先來關心一站車禍，這是台南麻豆第84線的快速道路，在半暝每2點的時發生3台貨車相撞的意外。原底呢是有2台貨車是停佇咧路肩，結果後壁一台大台的是完全無打動，就安尼甲擠落。一個查甫駕駛呢是當場安尼噴出去，落尾摔到高架橋骹過身去，也那其他2個人也着傷。目前這警方是猶閣咧調查原因。看外面這台車的零件是脆，規個塗骹滿四個攏總是。貨車的車頭因為弄傷大力，爛糊糊，變形甲真正力。這站就發生在14半暝要2點，第84線快速道路向東台南麻豆段是3台車擠落去的車禍。根據了解，起頭是一台白色小貨車，過將停在路邊；另外一台藍色小貨車，拿手來倒卡手，無經過後邊一台大貨車，對因後邊弄落去，甲小貨車弄入去內線車道，現場長長。我從後方看過來的時候，是有微微看到雙黃燈在閃，然後一台車子就從我旁邊超車過去，他變換車道到外線就撞了。我看到的時候是他們應該是在路肩，不知道有沒有站到外線。那我是看到蹦的時候，我趕快衝過來這邊。消防局出動8台車，15個人趕到場，攏總3個患者。上危險的是坐咧大貨車卡的駕駛，規身軀有真濟骨折，救護人員叫吊車，把車體吊起來，才順利把人救出來。那另外一個是36歲姓黃開白色貨車的駕駛，在燒融的瞬間，就安尼落落去高架橋骹，找到人的時陣已經無喘氣。大貨車的駕駛雖然意識清醒，不過頷胿骨著傷，馬上醫急救。報案者是跟我們講說他是有被車子壓住了，那我們後來配合拖吊的業主把它吊起來之後，再加上我們的破壞器材，就快速的把它脫困出來。陳姓男子駕駛大貨車不明原因追撞事故後，停在路肩等待排除之2部小貨車，事故造成小貨車黃姓駕駛被撞，摔落高架橋下，送醫不治。那迄時看到民眾講，第一時間就落車指揮交通，煞安怎找攏無看到白色貨車的駕駛，一直到看向橋骹才發覺發生悲劇。雖然3個駕駛攏無啉酒，但是敢是大貨車四線死角，也是疲勞駕駛才造成車禍。警方目前已經用行車記錄器來調查，詳細原因閣要釐清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